当日喺屏东咧举办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台东体育高中一个外号神奇小子的同学林宗佑参加高中男子的柔道比赛，拄到强手，也就是新北市德维高中的罗伟，伊正点到，一个球场就掌握到比赛的节奏，马上找出到对手的弱点，使出到大雷高的这个绝技，甲对手动杀在地，提前结束到比赛，摕下金牌。比赛后，伊向指导教练陈家峰跪落来说多谢，两个人揽咧哭，互人看到真感动。比赛一个开始，穿蓝色柔道服这个选手林宗佑进攻气势真强，掌握机会瞬间就将对方杀倒在地。这个比赛用较无2分钟就拍败对手，得到屏东全中运高中男子柔道金牌。向对手甲在场观众鞠躬，说来去找指导教练文书陈家峰。当场跪下，两人揽泪一直流目屎。就是很感谢他6年的教导，然后他也是最后1年做我的教练席。来自台东体中的林宗佑，其实这是最后一摆全中运有比赛输的压力。细汉拢是阿嬷带大汉的，入到学校了后，就一直将教练陈家峰当作家己的老母同款。那陈家峰讲，伊会使教出金牌的选手嘛，感觉真骄傲。我是很感动啦，就是表示孩子很受教。我当然是希望他能够朝国际的路线再持续的努力跟迈进。二了可能金牌前优秀的表现，除了伫体坛发光发热，嘛，互文书的指导上大的回报。